家己的独立册店为着要推广台语文，邀请网青来分享用台语创作过程，也教大家安怎使用网络顶头的台语资源。完成某一个动作，华语的有是动词，后壁接名词代表有这个物件。分享家己伫网络上创作的作品，用趣味轻松的内容来教大家讲台语。这位合作台南美雅的网络创作者接受独立册店的邀请，来分享伊推广台语、用台语拍影片的过程。因为即摆大部分的人拢是用华语咧做创作，其实想要互大家知影讲，咱会当用华语做的代志，咱都会当用台语来做。所以就是分享台语安怎做创作，佮有咱要安怎来学台语，因为真侪少年人拢想要学台语，也毋知要安怎学安尼。除了分享家己的作品，伊嘛紹介一寡伫網絡頂面同款咧推廣台語的頻道，希望互參加的民眾知影講網絡頂面有啥物資源。伊攏對即個同基礎嘅來教，加白話語安尼，你會曉講會曉寫安尼，佢會當看。事實上，即擺攏無即個環境啊，聽即種台語的講座，真好。伊拄則介紹的，當互大家不只是家己會當想要看，閣會當介紹，就是教咱的囡仔要安怎去用這個語言，佇啥物款的環境，會當去正確的使用台語安尼。獨立冊店的頭家講，社會上一寡講座較濟攏是華語，對台語文的使用較無濟。為少年人的角度出發，互台語文的學習會當閣較趣味、較多元。記者林慧婷，家己報道。